啊是毋是？甲你照迄豆是来带到位，敢是安尼吼，足方便的就对啦，拢袂紧拍。毋过呢，咱后伊啦，他说无迄个豆甲带落啦，就成必然的，就成问啊呢。敢是有直接惊缩成拢无？嘛，今日就是咱修学过，若有即个地位，甲咱带落。咱今日要修育佛法，头前路途，咱拢安怎？咱拢毋知讲要怎修持啊，即个佛说法要怎做，咱毋知影做，所以呢，因此啊，第一，菩提这是一个何等的重要。所以讲，因为有修一切的发这菩提，来做一个导引啦吼，来做一个前导，所修行的，所以修的福报，拢是变。咱若无有发这道来甲咱带路啦吼，咱头前所做，拢叫做受有漏的福报。所以在修当中啊，毕竟要有一个，咱主讲讲发这道，但咱达到平安。所以在六道中的内底当中，发这特别称为叫做哪？第一，叫做第一。六道来讲叫做第一，发这无的，这句话咱一定要记起来。那因为这个第一发到无面呢，讲。所以咧，如来第一发到无位，哦，因为即个咱过去啊，拄则咱已经咧介绍即个啊，即个何必的即个典故吼，所以即个何必是前面经典讲，就有人一闻是经，不经不报不为，当地是人成理由，伊是安怎会不经不报不为？因为你作清楚，你嘛总了解是啥物件。因为你有智慧，你嘛已经伫修完道内底当中，已经进入了地道，你已经进入了基础。就是讲你讲，你已经有深入、深入，哦，你一定有深入呀，不经不无鬼，第一菩提吼是安怎？因为你如来说第一菩提，如来意思是讲。你有法度达到不经不报不为，说第一菩提，哦，你有法度达到定道，当然你袂怀疑啊。所以呢，伫这内底当中呢，就是定道来引证这个佛道啦吼，包括咱后壁就叫做忍辱菩提。那这个无漏成佛之因，也就是最圆满的修证，所以称为叫做地，叫做菩提。毋过呢，你后壁甲你讲哦，即非。第一，发这菩提，因咱这功课来变化，嘛应该咱做清楚，这叫做三句元素。第一菩提，即非第一菩提，是名第一菩提，哦，这已经咱讲过。啊，因为伊佛陀若讲到着啊，这个课上入理，这个物件伊一直用着三句，叫讲三体道理，一直咧甲你发这个相。毋过第一句。第一，发这菩提是叫因缘所摄。这因缘所摄，因为我无讲第一发这菩提，你毋知叫做第一发菩提。我无讲智慧，你毋知讲什么叫做智慧。但是我讲智慧，第一菩提，你是毋是迄个因缘所摄的一个名相？敢是？毋过呢，第句话就甲你发，因缘生发的物件，就是参像我过去啥物比。这支手甲你比日头，这支手甲你比日头，这支手比日头。但是讲第二句话，即非第一发到无变，因为你爱离开我这支手，用着你的智慧去看着日头，因为因缘所生发，这支手是一个方便的这个所摄，因为无我这支手比，你毋通对去。文字。是一个地做无要是方便的案例，但是我若无写文字，你佫毋知，你佫毋知什么叫做发这菩提。啊，我若甲写文字，你佫接着文字，敢是安尼？所以就佛陀甲你讲，因为第一，你互你拍相你，什么叫做拍相？你袂使执着地菩提，因为你执着地菩提，你安尼我用事相去造出来，佫有一个我相、人相、众生相、我相。哦，所以咱爱记一句话，就是讲，欲心处相嘛爱看，欲处法相嘛爱看。后边句话，欲处非法相嘛爱去看哦，爱去看。迄个
空相爱个破，你搁接一个空相爱固定思想爱走出来吼。所以因为不得，甲你讲的道理，甲你讲到，互你清清楚楚。虽然甲你用相互你，毋过这个相一定甲你破，无甲你破，你搁这个相面内底，那安尼你搁死伫相中内底。所以咱过去常咧讲个出话讲，我就不说不义，世人死在伦理中，我就说不义，世人死在伦理中。所以伊道理重视的真路就的物件，提供这个道理。所以咱甲你讲，什么意思？诸法拢是因缘所生，缘生的相叫做缘灭相灭。没有出现，当这是空，无有一个可得的地都无去。因为你有一个所得，你的自性就理念了，你的本身就理念了，你就执行迄个物件，所以一定要出处理。所以咱过去常讲，这是一个名会继常的方便的设施。这个方便的设施是要引导真活道，促进实相发展。因为你无这个甲你引导，无这个甲你开启嘛，其实若无安尼，你无懂唔知安怎，所以咱来强设一个制度。我请问，迄个地位甲活动甲做一伙，若安尼开始运作的时阵，含活动、含肉度爱协调，嘛袂使有这样物件出。因为你开始自主咧运作啊，你嘛袂使有一个企业。你嘛袂使有一个布施啊！伊本是个附属的物件，自身本附属的物件，你就附属的物件，这是方便的设立嘛，敢是安尼？所以这点咱要了解。所以佛陀上讲，我设这物件，你去死这物件，这是一个互咱真正爱作修心的物件，就参照咱做成比如，咱今日在这个藤蔓底下，敢是安尼？藤蔓底下。到遐来的长辈，到遐讲来过到遐过，但是到伊即款即个动作，这是一个足好笑的物件哦。等下我得着报销效哦。但是，过到了即块，因为伊咧食即块藤蔓先，即个从开始老歌的时阵嘛，这到遐大家熟了，大家爱死伫实地内底哦。因为你要相信无？因为伊毋知即个藤蔓会老高啊，毋知即个啥会个凉着啊。但是咱毋知讲即个味会甲你凉着啊，会甲你绑着啊，会甲你接着啊。但是咱甘愿接伊，毋过你接伊内底当中哦，你绑伊内底当中哦，你搁毋知你绑伊内底哦，你搁毋知收伊内底哦，有可怕哦。咱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伫这当中，即拢是一个名上拢是一个方便的设施。所以咱这个发这个道理，也是一个所设的一个常识。第五个就甲你讲，即回咱好有做出来写出来吼。即回就是爱断掉一个地方的道理，头前爱设定一个地方，即回爱设定，因为你若要断掉缘起成空，缘起无我，即个咱上过是哪里讲？因缘第五个叫因缘。但第五个呢，就会化掉的，袂使去接啊。因为你已经知影，何必今日叫做需要接一件物件？所以呢，你若无断掉，这个地方这无必在这个地方这边在你咧大话，你马上就进我定思想。所以呢，不破掉这个地方你马上就掉入我定思想。你若无断掉的，你这个思想都有一个地方咧带翻这物件，你要个接入实相的我定思想内底。所以毋通讲，迄个袂使接，那按接我定思想叫做发心啦，发心。到了来四名地方入，这个四名啦这个发这边发，你无必要记着这表，这嘛是真正名目。仪式的是如世尊所说，离一切诸相精明诸佛，凡所有相，乃是我欲见诸相为相，即见如来应无所住，
经过过去，咱过去讲的物件，那安尼，咱才会当真正了解讲，玉田书上其实即个出来，凡所有上拢开始希望，甚至离一切诸上即名自分。那安尼当中呢，咱呢当理上妙平还有必心，安处理之心，这就是一个第或者会究竟的基础。你当真正进入第步，你当真正，咱讲的，咱今都有一个切，咱都有一个影片的。啊，有一个影片，敢有真正的方面，无真正的方面。你有一个切，就是咱讲影，迄无真正清清楚楚的物件。就参照讲，咱这电脑人写，咱叫一个手早，有啊，这个电话伊嘛笑落来，但是不来早了，因为去早了影是这个手的影，毋是电话所手的影。但是咱何必这个手来早，这个手越贵就好啊。但是啊，毋过咱这个手就参像讲，我若无有这个文艺，甲你讲起来，我读袂落去。我嘛惊得去落空去，所以因此你一直咧收这物件，毋过收这物件就我拄则讲的，你本来无你本，毋过何必你去抓其他的物件？所以咱来讲，但是第一款对一定看足清楚啦吼，已经第这方面的实相，你袂使去切用三体互你去破掉以后，我第这方面就是讲智慧，安尼对啦，迄个智慧已经。你清清楚楚啦，家己句话来就讲啥物件，咱就用咧讲的物件。苏破题，苏破题，音乐和密，如来说非音乐和密，是名音乐和密。迄个音乐和密，就是六道的第三道，对不对？我请问恁各位。你若要定位你怎会调的？你若用音来你怎会调的？只要加水哦，那喷来，不可会放的，一定放唔好的。因为你用知识，我动一摆，动两摆，动三摆，第三个会了后，你袂看清。毋过若智慧内底当中，敢有一个音乐思想？哦，敢有一个音乐思境？敢有一个音乐基础，三无体空的内底无啥物件。毋过呢，今日你若无有定咧度，你音乐就真正有调，你绝对袂看清。所以伫这当中呢，这两段就是讲六道的第六道叫做第二密，甲第三道的音乐合密。所以佛陀用着智慧来咧传音乐，安尼听无？伊就是讲，咱一个要修音乐道，咱音乐道内底有一个叫做升进，有一个叫做发展，有一个叫做无声发展的内底，这后面会讲到。啊，所以呢，音乐和密是互咱了解一个概念，就是伊伫顶悬的和密来带着音乐和密。那安尼你修音乐就到修成功，那无你修的成功，要修大乘法你修的成功。所以佛陀向师父就讲，音乐和密。那伊即颗的音乐道是引证伊修道法者，即个用法者来引导了即个音乐道先生。静是宁静之心，欲是所静之境。静是你有一个所，就是一个境。你即个静去攀着境，迄什么叫做境？较早有一个人咧错我。我这个心排的就迄个境，你听到，安尼会看一个。当然，你若无智慧，你会讲这人的命，你若无，但是你若我达到智慧起来了后，哪有一个境咧互我命？因为有我，就是我是人是种事实才上；有我就是有人就是我，这叫做二元对立法。你这个咧骂我，你这个咧骂我。我的心攀的就是你的话，按照我上天上嘛吼。第三句话叫做哪？众生上嘛。众生就是众业众生嘛。你想作济嘛，问着你的话。第四句话就接条的啊。
翕即条的，所以音乐方面音袂成，就是因即个原因啦吼。所以呢，即个音乐之境，人咧卖话咧拍啊，积极咧上来话啦吼，拢是有了我的有了我的境啊，我连音乐过来，按俗的来讲的，音乐就要是一个音乐之相啊，人入之相，你个之相。爱经过成瘾发展，甲无成发展，因为你要修到菩萨道，爱有因成瘾，这个就是悟着众生啊！你甲咱拍骂，你侮辱人，你诽谤人，咱一定爱人爱忍受落来。所以过去有一个成瘾嘛，吼，即个过去的时阵啊，迄个布袋和尚啦，咱叫为着祖师啦，吼。伊较头前就是看话讲，老祖穿那袄，迄个老祖穿那袄啦，但中心不中宝啦，琥珀好遮行，万事虽了啦。伊讲有人骂老祖，老祖只说好；有人打老祖，老祖自睡倒。剔透在我脸上，点他是干聊，他点省力气，我省烦恼。这样的波罗蜜便是妙中宝。若知此消息，何愁到不了？这个叫做成就。迄个祖就是老祖，迄个祖就是讲本。伊老，咱的这个咱的庙祖所家称呼我是一个老本。有人咧问我这个老本啦吼，伊讲老祖穿那袄啦吼，淡淡不中袍啦，琥珀好遮寒，万事随了。头前都有这四句的啦吼，过有些咱我有这个切安尼啦吼，就是讲有人骂老祖，有人咧骂我这老本，按老祖所说啊，你咧骂我的心嘛起心动念啦，讲你骂我，你嘛是咧骂我啦吼，你咧骂嘛是有艺术啦吼，而伊的思想中内底，无有一个咧骂我的之境，无有生一个。我咧奉命之心啊，有这物件啦。有人打老祖，老祖自睡；有人咧拍我这个老祖，拍我这个老本，拍我就放倒。我嘛免甲你一个来，甲一个倒转，这已经是真烦恼。剔透在我脸上，给他出安尼。我面上开着汤哦，我开着我嘛用热气把它擦起来。因为人都讲咧，我嘛无感觉讲迄个剃头毛，安尼就对啦。其他随他出安尼，可以家己去打了啦。我嘛本来去个切啦吼，他会省力气，我会省烦恼。伊嘛心啊脾气，我嘛心啊烦恼呢。这样波罗蜜便是妙中宝。这个妙，这个波罗蜜就是讲接管的意境，它登上岸成就的。这个波罗蜜就大概是个成就的意境，叫做登上岸。就是讲你达到着迄个成就最大的境界，叫做波罗蜜啦吼。这就是妙中宝，就是因为你的修行得到一个上盖好的妙法的宝贵。若知此消息，若知这消息，何愁到不了？我哪会当达到这个程度啦吼？我才看我修得修袂起，我才看我在路袂煞，因为咱的心做无通，咱心做无通。我参了吼，人家的优秀啦，安尼对啦吼。因为在警察比较贵，当伊桥倒我底吼，伊毋知我也无小心啦，怎开起我开去啦，开去当中人吼。迄个驶警车嘛，应该嘛要叫我开起来。迄个驶警车吼，都停落来，停了就规迄个桥倒来，就从冲过来。我伫遐黄金前面就停到黄金，惊废一个头毛。你车咧走，先前门来摆头门来摆起来，但无紧啦。但是伊开迄个头毛，毋知是伊有下含咧甲开，还是有意要甲开，这我就无了解。但是当伊开去迄个烂，迄个耳朵迄个车是动的，人是飘出来，就甲迄个耳朵来扭了，冲了。你看，
安尼尔哦，才无力量。所以咱人啊吼，伫迄个意识中的内底当中啊吼，咱无能去接受这物事。是安尼讲，你无地位，你无地位，就来去传。所以呢，来讲，咱人伫社会内底当中啊吼，真正若无地位，你真正我同意了，你要相信吗？咱伫这社会内底，含众生的事拢相像，甚至哦，咱伫修办道内底，咱的代志比社会人的代志还少，甚至咱今日去比愈悬的人的代志更愈济哦。你要相信我讲这话，因为做这代志你过唔过的物件，但是先来甲讲起来，这嘛是咧修正的过程。唔过你修正就好对啦，咱过去甲你讲啊，较忍耐的啦，较忍耐的啦吼，较忍耐的，较忍耐的，较忍耐。唔过你忍耐了的，你控制了的，别人真正不来帮你控制。含咱真正去食素食佬，含这基本10年、20年、30年、50年，含发这叫变道，是安怎讲？因为我无曾经迄个发这个方面。我真正我有地位来做忍耐，我有知识来忍耐，我可以不能卖，我嘛袂不能卖，我能负忍耐，我能怪惨，爱得继续，安尼，安尼你有经验无？你有地位来忍耐，你用你心里哦，你拢记咧哦，哪拢记咧，咱有忍耐，你拢无，你拢有功夫，虽然这两道功夫是足重要的功夫哦。今日你的手气，就去落地，你有意识。我拄则讲啊，即个气由你到本，我忍耐，你当忍耐。搁本来讲着是啊，我甲讲着者，咱者地亲，我捌讲啥嘛吼？迄个道亲哦，你若一工会接受，2工会接受，第3工就了。伊袂当即个3工就了。我甲讲这实在哦，因为讲你这人袂得嘛，你跟如讲话啊，3摆就了。这我拄过，我还唔知，我面对我还唔知，这就是代表伊伫进入这个地位内底当中，伊真正无地位，嘛唔是真正受地位哦，无，因为咱受忍耐多，咱各位，咱这道亲，咱的道务，咱的修学道的人，在考虑。唔是讲忍耐，社会人拢讲忍耐，但是咱道中甲人无相像。你忍着就地位啊，你若说，你才会看清，无你袂看清。所以这当中来含你讲大家分享啦吼，修道爱甲发展，拄则这个叫做成任，但是一个叫做发展。什么叫做发展？发展就是讲，咱。人生的过程内底，你咧办道修道内底当中，迄发就是心法，就是得讲心的物件。你今仔日你信上泰国，迄泰国进去了，这少年台湾所人哦，海南菜田所以人，还是前年的所以人，进泰国几多山啊？进泰国140多以上。哇！拢140多以上，迄拢用安平厝顶啊，安平厝顶你知影无？唔比上咱迄个文化遐厝顶遐高，唔是哦。迄安平哦，迄囡仔落来20桥哦，迄内底才上几路，5口40度，若是安平内底，你甲算几度？迄我若去咧办道的时阵，遐长衫穿的吼，你安平骹咧修的啦，你安平骹咧念道啦，你徛咧啦吼，你会境界好啊，真正。规领衫就拢重的，我无骗你哦。你敢来忍耐？迄叫做发展。真正呢，我无骗你呢。你去到泰国吼，你食迄个水吼，迄是迄窟啦，迄窟啦是迄个咱老婆们窟啦，迄个乌窟啦，迄个啦吼。迄个乌窟啦是因为迄水，但是咱泡茶，咱泡三百克的茶，迄个水，迄个色体，迄个色体。你会啉无？会使啉出来，但是拢用暗光。暗光是因为落雨落来，
落雨落心迄暗拢足大粒，搭心伫咧暗顿内底，拢足大颗，迄个就是咧食水。但是时间久了后，迄个尘埃因为你厝顶惊人嘛，但是流入暗顿落来会惊人咧皮，但是伊久自然就沉淀嘛吼。但是有水汽有，你甲看切切恁个，切切恁个，迄个叫做清气。迄个水爱摕来行，咱当来啉安尼。但是泰国人袂理你吼，较啉安尼，你较啉无，你爱经过了遐咱当啉。暗水，你啉的，出来水呢，你洗身躯。伊会靠这暗水人来洗身躯，洗几啊，我拢啉去啊。但是你看到水喺度，就像你泡袂出来迄个，你要洗无？你洗了你去，若要洗呢，看你泡袂落雨。因穿迄个白衫，咱伫迄个足大的所在嘛，会晓泡袂。大家衫嘛差不多，你衫今日去无洗，敢无仔在，一个臭酸麻味的，你敢要穿无？你要洗？迄水就落讲，唔洗，衫臭酸麻味。你嘛爱洗呢？洗倒来吼，我一件衫变成黄色的。阮太太倒来吼，你衫安尼，就事实就是去喷到水洗啊。伊倒来就泡着水啦，吼，漂过水洗啦。因为伫遐环境的办法都是安尼呢。你叫做环境。因为是咧分离低调，分离高调顶悬啦。高调顶悬下底深有啊。因为伊个高调的迄个顶悬吼，四边拢无方面啦，无暗起来。伊用竹搭一个下底深有啊。你分离顶悬，顶上顶悬搭一个厝顶啊。你伫遐有看到外口水，拢有看到星星，有看到月亮。事实风吹来足凉影。佢讲我迄地动晓无？你讲生菜咧地动，迄牛年咧愈条啊，咧愈上啦。咧愈上，规间厝拢爱摇咧。顶头开个地动，毋是咧地动啦，而且唔会叫上嘛。所以今日你伫国外咧想办到优越当当啊，即嘛是较有改善的。我伫40年前真正是这个物件咧。真正咧，去到做工，你看你到底。里面啊，我可能往这边是讲出来，现场这边是，伊就当成咱去台，这样说，你若要这掠死卡，你还学听餐碗，学掠死卡，你掠死卡，唔通去餐碗掠哦。你若今日大路口就死卡都不了。我咧讲这你听无？我咧讲这个，你为了这办道，爱符合伊个文化。有影呢，你用台湾的即种的生活格局去，你生活袂落。真正是安尼呢，咱就较忍。你爱忍呢，所以想是较忍。所以而且内底当中呢，无论天外寒、寒冷，我记来去看到一个，这个对呢，这个俄罗斯那个西伯热什么闹？零下81度，零下8才度啦。伊拢住伫迄个哪呢？迄个冰冻，到冰冻迄先住呢。迄个胆小虎那个，福建，后面来在蒙古啊，蒙古在外蒙古啊，到前内蒙古啊。伊讲我给他换蒙古的版图，蒙古不是小红包吗？不是小牛包吗？蒙古啦，对啦。但是听我即个澳门340万年呢，我有听我们340万年啊，这个话听啦。但是你若看到蒙古，蒙古那边因拢总食猪肉，拢食牛肉，拢食牛肉，而且呢，你若咧看伊遐，去个所在人去咧办人去消费，根本发现。你拢地政家己政府所种的物件，所以咱爱去赌。咱才讲，要么是出去到外口，你敢会使倒来讲 QQ，
后尾我唔敢出嚟。要到即讲，你着创偌好我切，你着爱创偌好我困，你着爱创偌好我安怎？我是一个点样输呢？你感觉安怎讲？你若安尼连用来接到，你这无一秒算点样输？嘛是爱忍的，敢是安尼？但是我来试阵，我嘛来用歹车，我嘛来用歹货，我嘛来用电脑，你免咁讲，你家己要来嘛。当时，40年前、30年前，我去到泰国，去泰国人讲一个叫漂水蛋嘛。咱老妈祖是两栋楼啊，下底是伊个卖机械，展示伊个机械，2楼伊咧做，甲电发传播个3楼是我咧做，因为3楼有2间，这间相同，这间工商部中拍一个人跑过，我印象是咧，我咪遐是咧草树啊，遐是摸一个石头，去迄个隔壁，厝内不大个倒了。较早人讲迄是鬼屋啊，我嘛唔知迄是鬼屋，唔知大个惊咧，好感觉。阴暗时啊，一领树啊，嘛无树啊一顶枕头，唔知倒。电风吹来，讲是烧通门哦。外口迄条路44小时的车尾先过哦，足后边的所在。人咱讲，当你去看个，我爱困就爱困，爱困就困啊，无免啦。你敢袂使无困？你敢袂使讲做歹困？你敢袂使叫大出去？后仔你去高创电脑，你去看无？你敢去尔呢？迄是你要来，咱也唔是租你的，唔是租你的租金呢。你家己讲话，你个才办到呢。你会讲啊，你讲我，你讲。所以这种爱接受就是讲忍嘛。是安怎忍？比如我点完就是发展第一方面，我若无一个这方面，我来来到什么道理？我你讲我到啊，到了方面，真正无啥物点招标。咱甘愿去到迄个所在3个月，厝咧做事业，囡仔拿出世。迄金，咱讲金不可忍，迄金啊，迄个物件，这方面，咱甲想想讲，这咱甘愿，咱就是迄个老板以前啊，做上正摊货啊。我若真趁钱，我自就走掉去啊。当时虽然经济会了解，做上正的摊货。是讲咱欢喜甘愿，那你欢喜甘愿，你敢会忍？你欢喜甘愿，你要忍啊！若无欢喜，唔通会忍；若无欢喜，你才来创啊，嘛无必要啦。所以咱一定要了解，无论你是受忍甲发忍，甚至呢，爱甲无心发忍。什么叫做无心发忍？无一个受忍，无一个发忍，安尼晓无？叫做无心发忍。较早有一句讲，好实忍无好忍，有忍无好忍就少啦。忍摆忍就该捡落来，毋通叫忍所忍。这忍无所忍，是讲甲捡落忍无所忍。我有甲受忍嘛，有甲发忍，我嘛还无思想想，我嘛还无一个忍呢。你听无？如果思想想嘛无一个忍，我毋免讲。我当时我泰国迄个时3个月。我连看迄个呢，我有一个忍，然后一个忍我挡袂牢呢，是安挡袂牢？迄毋是大一年，你走呢，连续斗3个月，你住了。你嘛不甲老板讲，你带你去我整个，你若去别地看船头下咧，你若毋去创电脑来拿下咧，你敢安尼啊？所以你看你说可得得亲。我无叫你来呢，迄是你家己要来呢。伊若甲你讲到你错，你家己有歹势，嘛无爽啦。所以讲家己要接受。受困就是，咱我拄则讲这物件，就是讲爱忍的功夫呢。所以讲受忍甲发忍，这两种拢爱忍，无拢爱忍。所以呢，无心发忍有两种，第一种叫做忍口。第二种是安忍，
迄个饮喝的人讲叫做安饮的人讲叫做饮，这个先饮，这个无心较饮，三种的意境，这就是第一，修道爱第一，这个无心法饮，第一习尊，这是叫做我心，这已经修法第阿正意业，所以我一定爱有三阿正意业先。第一，就是你要修到十地菩萨，诶，初地叫做欢喜地，初地叫做欢喜地，这叫做哪？这个已经这个欢喜地啊，这个第阿正意业。第三就是修法，这个十地内底第八地叫做菩萨地，叫做不动地，嘛一直到第三阿正意业。哦，这一共咱你会晓到无上法境，无上法境会当得照过这三个关口，第一阿正意业，第二阿正意业，到第三阿正意业，到第三阿正意业就是讲到好贵啊。所以呢，因为如来说归阴欲入灭，按真谛来讲起来，即非阴欲入灭，阴欲之法是因缘所生。就咱拄则讲的啦，第一阴欲入灭是拢因缘所生，缘灭上灭的物件啦，无有一个自性，这是空的物件，这个咱讲过去拢讲过啦。即非法界合灭，就是讲你有一个法界合灭之相，你会破掉一个法界之相，这个相爱破掉，不能接一个，袂使搁接一个叫做阴欲道。我们修欲道爱修到三轮体空，什么叫做三轮体空？听好，三轮体空，其实三轮体空，修这欲道是爱有内部无有一个阴欲之心，你心嘛无一个阴欲之心，我嘛无一个阴欲之根，欲也嘛无有自觉，这个阴欲，欲嘛无。内外中，这叫三轮体空。这内底拢无有一个阴欲之境、阴欲之上、甲阴欲之主，所以有人拍外阴欲，拍外咩外，这个欲望、这个相阴欲道，这种是一种的三轮体空的道理。合为中道，这个第二，合为这个中道论啊，三轮体空合为中道论。所以第二项。第一地道学啊，第一地就是叫做中道第一地啦，所以呢，即空即假即中，即空无一个相，即假即中，就达到中道的综合意义。反正你个心世界内底当中，嘛无有一个我咧忍，嘛有一个我一个咧互我忍。我中嘛无一个自觉，我咧忍，安尼叫做三轮体空。内外中拢总有，迄个叫做平等性。迄个已经是相关的物件所以嘛，生命入灭，这是阴欲道的圆满成就。咱即个再来讲这段啦这段就讲到对，因为第一入灭，加阴欲入灭，这两段已经讲过啊。即么到第三段就是讲着佛道伊本身的代条，新的代条。因为先讲迄两段来，咱讲一段。因为若无迄两段讲袂了，佛道到这只世界的时阵，迄道你唔知听哪话。所以若安尼，咱已经有一个概念，概念什么物啊？要修菩萨道，达到了三轮体空，一定要有智慧道来带。若无用智慧道来带，行一步你就倒，唔免讲要节节时间。伊的根本就是这。来，同我做念一遍，可以讲。可以讲。苏菩提。如我是为瓜利王。如我是为瓜利王。我在身体。我在身体。我有你时。我有你时。无我相。无人形相。无众生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无受者相。可以讲。可以讲。我往昔这个之界时。我以往昔这个之界时。
若有我相，若有我相，人相，人相，众生相，众生相，寿者相，寿者相，应生亲分。应生亲分。佛陀就继续讲啊，因为第佛律啊，经过佛律这两个感觉达了，即马用着伊过去佛陀要是成佛的时阵，伊伫做忍辱仙人去拄着的这段话，来你讲互咱听。讲到这时候，你有见识，我太厉害啊！有见识，你会感觉惊啊！你甲剁脚，你甲剁手，你甲我还阁未成亲分，你甲这是指甲，我未成亲分，你是袂讲讲啦？这佛陀是亲讲，金刚经这是后来拢是佛陀亲讲的，这毋是咱遮甲做不了。那佛陀亲讲的物件，若无这物件，若无这个属性，咱佛陀叫做咱方便，敢是？啊，若方便，敢会当信佛陀？好，方便唔当信佛陀呢？哦，我是真理者，我是实理者，我是如理者，我是不如理者，我是不离理者呢？所以人要甲讲起，咱要相信所讲的。啊，这为什么来讲？所以前言的来讲哦，离一切诸相这名处分，这就是讲咱伫修学过内底当中，有一个法界空位出来。你个法界空位出来了后，让你来接在身体时阵。你嘛要靠咱人来听，我想问咱一个问题：咱平常学咧课，咱平时人咧甲咱，比如讲咧谈英语的时阵，咧甲学者你敢袂听？迄时阵你有感觉你若会当达到了三人天空，你若当了解一点不心清净，迄其实拢袂听，啥袂听？因为你伫思维点个内底当中袂听，你思维点个内底无，你思维点个但是你个思维中若无清净哦，有人咧来台，有人咧话，你会用请，你会用叫来个，你用叫爱听个，当然迄个请个会叫个，但是我是请到房间的对象物，但是你一个人入去到里，迄个入去到里迄个空位个内底当中，迄个空位你有自信中内底足公平。谈真正咱甲接触身体，我嘛无感觉咧听哦。比如我都无一个人咧甲切我的身体，无一个人咧甲读杂我的切我才会听。我伫思维中，因为我有逐摆咧念当中，我都袂听。所以你唔当来讲咧，连关于一切诸相，咱无去执着，因为一切诸相的执着，拢是对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拢是上面建立来的物件。关于一切诸相。就是爱管理这思想，建立哪会当到心，不管心，不管思想，这个忍落就修的了。爱听我讲，有一个人咧甲害，有一个我咧互害，这两个建立起来，我上人上，二元对立到第三义，我上苦，有人咧甲我读，一直咧想，到第四，无叫人爱读，佮执迷迄个东西。你叫做我跟思想有这物件就会袂对，所以伫这个当中呢，在修行中，发这亦不能得到实相发这个清醒的了。这个佛陀伊本身用着伊家己的实力来咧做比喻，可以讲，伊就来讲是什么原因呢？伊就咧讲哦，说无的，如我实为我利用切财身体时。我为什么原因呢？叫啥说法？就讲，如我过去识，我迄个识就讲，过去我也未成就佛陀的时阵，有一世我转世来做忍辱仙人，迄个时阵有我利用咧甲切菜，咧甲杂我杂手的时阵，遮就讲我利用咧甲切在身体，这个我利用呢，翻来中文叫做结恶的王，即款故事啦吼。这故事里内底啦吼，结恶的王叫做瓜利王啦吼。那因为咱伫这个当中呢，咱学校大约有甲写的啦吼。因为佛陀过去一生的当中做忍辱仙人，迄个时阵忍辱忍人不能忍的物件啦吼。所以呢，一段
都是佛陀的故事啦吼。那佛陀在金刚经，伊就讲了，这真有名的故事啦，这个歌谣，这大家应该，若是佛教上应该大家拢知影啦。啊，这个歌谣哦，就是咧七彩，咧读起饮食仙咯，饮食仙咯，仙人过去的故事啦。故名叫做饮食仙人，伫佛法经的底当中呢，伊就记载，讲有一日啊吼，迄个歌谣啊带着一阵的美女啦，啊去到山顶咧拍啦。啊，因为好诶，歌谣伊诶人都，咱只讲啦吼，皇帝啦，有地位啦，要享受什么？你上进啦，北韩的皇帝啦吼，伊都看要享受那太无，啊你上进。哦，这个较独裁国家，文字民主国家啦吼，伊要哪有啥物无大毛，所以当时伊迄个时阵歌谣，就是带着一个美女去到山顶咧拍拉，啊到山顶咧拍拉的时阵呢，因为到中昼啊食饱的时阵，啊歌谣我伫咧树骹小仙伫咧天分。啊，因为伊即个美女吼，啊，都袂到哪年纪啊较小，啊嘛较调皮啊，啊看歌谣咧休息啊，后袂走啊，后袂走啊，去。但是说阮边讲有一个，我看到有一个山洞内底，哪有一个修者林内底，咱修者当中吼，喙手嘛长啦，吼头毛嘛长啦，吼安尼啦。但是迄个修者吼，就甲迄定。迄个教主讲啦，恁伫即个所在，完全无法度人到人生的究竟，来安怎吼，然后你甲伊讲。当你甲讲的时阵，会听了经济袂歹，就把迄阵美女，恁来，我才有一个仙人啊，而且我道理怎么才讲完听，安尼对。吼，即阵的教主贵用钱入来，啊，就听饮仙人咧讲道吼，听了大家精会其中的时候，你不能光用请啊，我这教主走不去啊，教主做迄个找伫迄个倒找这个山洞入去，我这个教主贵人我送去啥啦？啊，内底当中头一个乌手的。啊，从遮长的，啊，而且咧诱拐着我的这个中女，安尼啦，我迄个作手机啊，就入去安尼，啊，入去就把迄个用线讲，你今仔日来这个所在是安怎你咧诱拐着我这个中女入来到这个所？我无啊，你应该会来啦，无，啊，你来这做哪？你来这创哪？我来这修行道啊。我是金玉仙人啊！你金玉仙人啊，叫我讲伊到哪是讲即阵中午吼，拢叫怪人吼，啊，就袂爽啦，叫人听无。好，你金玉，我就倒我该倒啦，你倒出来读起，啊，你会听袂？我袂。袂，我对倒出来读起，会听袂袂？后对正下倒下读起。伊讲袂啊，啊袂听，因为伫迄个时阵，伊就用乱刀要对啊，要甲掌甲五马分尸啊。但是我天王、天神、大脑啦起了雨背山，啊起了咧雷公变变，哦对迄个时阵啊，歌利王啊，要甲处罚，歌利王惊者咧怎跪咧啊，怎忏悔啦，啊跪的时阵啊，迄个个天神啊。该唔能来处罚，吼，啊！而迄个个官僚在做忏悔，啊，当忏悔当中，迄个天啊，迄个风飞沙啊，甚至吼，迄个个雷公啊，所以啊，当平息。伫迄个时阵，当求着迄个饮食仙人，来原谅。伊讲对啊，我会原谅。伊讲哈，你真会原谅我？伊讲我真正会原谅你。我嘛无感觉你要发财啦，啊你无感觉发财，伊无要相信，但是甲我讲说讲，我若讲的拢事实，我的骹手
拢总马上过来倒转来。嘛，我后世人地就是要土地，我后世人地就是来转世，我地就是土地。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底啦，应该大家拢知影吼。所以这是花莲伊本身的故事。啊，所以伫迄个当中呢，咱嘛知影到尾啊，这个花莲王啦吼，迄时阵伫迄个遭到迄个引路仙人，这一世界迄个故事，就是因为咱过去时咧听到的，白色的故事就是安尼来啦吼。这个互我比较有特色。啊，因为这个引路仙人当中呢，咱嘛知影讲，伫迄个时阵，伊讲安怎？但我不亲近你，不但不亲近你，当我成佛的时阵，我第日要度你成佛。如果要度你成佛，我若要度你成佛，我嘛有成佛。这意见有关系，这任何都有关系，这地理都有关系，这是相当的关系。而且呢，我来做写个故事啦吼，伫任何内底。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啦吼，迄个日本啊，咱台湾，咱即个土地，互日本人吼，占了当地的。迄个日本咧欺压建国啦，咱过去的建筑叫做掌控掠着迄个啦。迄个时阵呢，其中有一位台籍的军人，迄个台籍军人以即个日本的即个军官严刑啊，从严刑呢。来比讲就是讲叫你爱去承认，嘛要甲你经你的过去有啥物秘密，安尼就对啦。所以伫遐当中啦，吼，咱即个台军啊，镜头啊、镜架，拢去慢慢去过去啊，镜头啊、扳镜架啦，迄个酷刑嘛，迄大家拢知影嘛。所以伊即个当中呢，本来要求伊十几即个镜架拢无。慢调的，后来台湾讲，迄个日本啊，回到等于台湾，迄个日本就回到日本啦。而迄个台湾呢，也获得释放。本来叫，因为甲日本已经失败啊嘛吼，当然一寡军夫啦吼，叫掠起来，拢爱放出来嘛吼。所以讲，但是经过数十年后，双方因两个爱活咧。只是拢老怎样？但迄个日本啊吼，军官怀着愧疚的心，伊就讲足愧疚。咱过去安尼同经历啊，毋过呢，伊来到台湾，伊即位经过伊内带的台籍人见面啊，因见面两个人拢老啊吼，伊一记到以前的往事，出着伊过去甲甲挽起迄。12钟头啊，下遐警戒，迄个日本，迄个即个军官大口，插火大口，而迄个台籍的军人却拥抱着伊啊，拍他一些放松，我不怪你啊，我无怪你啊，这个物件就是讲啥物件？你若当时你要咧行业的时阵啦，你要打拍的时阵啦。警察叫一支放起来的时阵啊，你会执行的，你会执行的，较久嘛行的，但我嫌你较死啊。毋过呢，伊拄则讲这个故事，就是讲咱台湾这个军官，这个军夫啦过去受到遮尔啊恶一个腐蚀，但是伊选择对这个日本人。这个军官，继续甲包容，继续甲忍耐，但到尾伊好听，这就是成绩严重的感觉就是这个。但是咱拄则咧讲啦，这若真正无智慧哦，真挡袂过。我想讲一个事实，较早中央，迄阵日本人，迄阵战败等的时阵。战败等的时阵吼，咱中央不少，较早是日本人咧做学警，迄是我听因讲。即个日本人即摆拢特别失败，即摆台湾一寡遮个，你像咱中央较早一个人讲叫做朱克啊，安尼啦，朱克班，
讲的时阵，人看到咧校长，迄样做大笔的物件讲，推荐伊较顺的，迄个校长伊较当然做。迄阵阮走的时阵，迄阵几乎就无警察，无政府状态。迄阵日本人走马路的，嘛是死较济，因为过去日本人台湾嘛兴起人个福岛，这嘛事实大家记念啊。所以当年了后，日本已经撤退啊，已经到撤退了。当政府的时阵来，时阵要正式有政府咧迄个政治的时阵，日本人走无去的死，啊人无的，就是受伤去咧。啊，这就是讲，咱一个人啦吼，因为伊拢失去了理智，咱一个人失去了理智，什么代志做得出来袂？什么代志做得出来？所以这是讲，今仔日。一个人若较是无智慧，伊拢用报复，用着报仇，用着报我，嘛是咱今仔日受的福报。这是真正要安怎用着咱才修道的思想，用着智慧度，用着忍辱度来带着咱的智慧。所以这内底当中吼，我你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是者相，即句讲出来。是安怎咧？啊，这几个时，我才懂袂着，我才看清。伊就讲啊，我你是我有迄个时阵，我无定思想我嘛无有一个人，哦，咧甲我抬，我嘛无有一个我咧互抬，安听无？所以我无人相，无众生相，我嘛无一个思想，无一个家己妄想。嘛无一个受者上，嘛有一个执着，嘛无这个。伫迄个当中，迄个思想叫做规律，迄个思想叫做规律，迄个思想规律的内底当中，你会明白，你会受体会，你袂明你嘛，因为你个思想的规律嘛，无人甲杀，嘛无人甲斩，嘛无管你讲安怎，咱就有这物件，咱今日当遐济，对着咱就思维，所以呢。是花了，这在身体时阵，无我想，无我对思想，因为无我较有，无别人话的，吼，结我，无人想，吼，无人想，再无有人咧陷害我，无众生相，但无有一个分别之相啦，吼，妄想执着分别之相，无实质相，但无一个执着不祥之相。所以呢，这几个是大人体会了清凉下面，这个下面就是个正面之说。表面来讲，可以讲，伊就来讲啊，是什么原因呢？当然，顶话你讲，你已经管理思想，你就解袂了。啊，第二，这当然是什么原因呢？我妄想，这几个是用我上理想，因为是这应先前人来讲。哦，头前甲你讲意象，所以无亲分。第二步伊甲讲，我若有亲分，我若有事，我就亲分。这个物件咱晓得吼。今日咱生活亲分，咱就是有梦想的成长。咱今日是安怎遮济代志过袂开，我是安怎遮济代志过袂开，因为你有一人要甲你骂。一个人要甲你诽谤，一个人要甲安怎？我的心有我，敢是？因为你第三句话就是因为你有梦想的分别，所以第四句你有执着，你今日去做遮侪物件，但是你若我讲，我跟思想无，今日世界太平，受到你生活有了好，咱真若过袂好势呢，咱真若过袂去。今日咱要讲一个较实在，咱伫道中，啊，虽然我逐个咧食菜，逐个想，包括咱好菜，已经40年、50年了过，有变我一句话拢挡袂了，一句话挡袂了，啥挡袂了？因为咱真正无用智慧咧想，咱无智慧时，咱今日互你上好了，我一
你个收银我怎啊？你拢去搞不了。我过去捌讲一句话，去到银行要领钱，人行员甲讲，啊，这边该写吗？哦，伊就掠讲啊，你老婆算啊？啊，你若毋写去当，你是阮请。离银行遐济人了，赌场对航班，你若毋写，你当你阮请。因为银行就是规定讲，航员袂当甲人客写迄个数据出发条啊，因为惊写毋对，爱加工写，逐个使误会，人这是一个规矩。但是你无想讲人的规矩，就是你听到以后，你算进新闻，你是50天，你过去了50人叫你写，你自己掠公了，咱无吹用你算，咱讲是伟大呢？其实咱无伟大，真正是伟大，就是你老头当下个领导是伟大。迄个册啊。切到当当那个切啊，你但是台湾地方可能，你惊牙啊，拢无物件，牙啊，拢无物件，放袂落，咱就是真正切啊咧。六祖安来讲，真正收内心偏啊是讲外形有咧是偏，是毋是咱来讲？咱有欠啊嘛，可能无欠啊。其实包括我上次咧讲过牙啊。伊人讲无落实，无现实发展，所以真正咱要修菩萨嘛，阿罗汉你就修袂着，我要修菩萨，因为咱无一经，咱是挂名菩萨，毋是你真正已经修成菩萨，因为你还要做一工课。那我过去捌讲出话，老和尚其他大法师教上大道上讲出话，今天毋不能得到他有这力量。我就有啊，我讲我的心上，所以我真正家己爱去认真，爱去了解啦吼，我定思想。所以呢，因为我定思想一定会动了亲心。我是我上谁要度他，所以呢，当有一个万千平等的心来对待。会去个亲分的物件啦迄个时阵当中，那我无有起了某种思想，咱的时阵呢，如果咱的某种思想如果有某种思想，有杀我的心，有自杀的我，这个能对着。所以中国经内底当中，这思想，这某种思想，种思想，某种思想是核定的这个重要。所以迄个时阵呢，由此都咱会知影讲，咱若无起了某种思想，那安尼当中呢，咱到我到位这个流动可以。如果某种思想，有一个某种思想啦有人就讲有杀我，有杀我的人啦，有被杀的我，杀我的人就是有一个要杀我，有一个我拢杀啊。但是若无某种思想，他有啥物人咧杀我？他有我了有啥物杀？咱袂起了，不平衡就报复心啦。所以咱得永远执着积极某种执着在我的心内里吧。咱个想看卖，我真正70几岁，我一路就听过。你过去，互侮辱着，互逼迫着，咱就讲，我即嘛是来讲真实话的吼。我家己心后这样，因为我家己也好命，感觉袂到，这嘛是咱忏悔所在。你真正不接受，实相苦若讲食到贵了吼，你食不讲的食边较无久，你食不讲的食边较无久。其实咱这台湾政府吼，你食菜动物，咱较袂用，比人食较清。对啊，咱就比人食较清。过去后期阮食，但是咱加入一个地位，但你地位若无转，
顶你啊，个熟的对当中，你行只有行偌济，迄只无讲，人甲你讲啊，本来不过了后摆啊，王神啊，识鬼啊，迄只无像比你较浅，迄只有受比你较误，伊安尼讲，伊要来行窃，敢是？本来咱受到的不是不熟，啊熟边啊，熟变鬼啊，识鬼啊，所以咱无比迄只无受较好，像有食你的草尔，食你的粉尔，嘛无敢食你的食包呢，敢是食你的鸟尾尔呢？透早把咱拖去规下早开始犁田犁到的时阵啊，下晡呢，敢是啊因为着嘛食你个鸟尾尔呢？啊，食的当中满在在来拖呢，啊，若拖袂行，顶头咧点咧推呢，啊，若真正推袂，掉到尾当中规只个买个抬呢，先透一个老人之家，透一个老人之家，人的良心一定歹看着，这定有可能了无？这定有就是要来行窃，唔可能咱今甲当做你是精神。你是应该我谈，你是应该我讲，你是应该我做，伊应该吗？啊，你应该讲，你应该去做这代志吗？你想看吗？所以老人之家，我就讲，我伫做囡仔时阵，阮老爸迄阵只有我咧看，若真迄只有够逼的，我就甲送去老人之家，我嘛唔敢买谈，谁人唔敢谈？太可怜，还做遐济工课，咱才出来谈。但是迄如果做囡仔，阮老爸，你是嘛想讲，咱袂使袂迄个上尾啊雕塑，袂晓上雕塑，你知影无？上尾雕塑就，迄条尾雕塑肯定不用排啊。啊，都有第二手接去啊，捌接我一个手，至少无用太雕了。阮爸爸迄阵嘛是安尼想法。但是袂去对其他人唔知影，自实在咱人咱就对其他人唔知影，所以咱想了吼，过去咱嘛是真忏悔啦吼，是什么问题？变咱做阿唔捌，所以这内底当中呢，咱小学科如果话咱今日去知影，了解这个理，咱嘛过去，然后咱有定义的处理在起，来继续在这两个苏菩提，苏菩提，有念过去500世作饮欲仙人，有念过去500世作饮欲仙人，有你所说，无你所说，无我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无受者相。伊一直甲你讲落来吼，是按照伊讲，虽然。我过去要做任何个内底当中，我无执着，我无有某种思想，但是我若有某种思想，我应先切出来。但是因为伊就是要执着，就有某种思想，我今日会当受外量这世界，所以我伫迄个时阵，我受这个业就受会伤。所以呢，伊到这段来甲你讲伊虽然是过去讲一段，毋过呢后壁这段就讲。伊500世作饮欲仙人的时阵，迄阵而且500世内底当中，拢无某种思想，所以甲你讲有念过去500世作饮欲仙人，伊来讲，所以做饮欲得人就得个饮，叫做内的饮得这个内的就是把过去大业甲引导出来，阮事何事无袂知影。我受饮欲不只受一世意，回忆着过去业中啦，我的前世中啦，曾经作了500世饮欲仙人，迄个时阵饮欲得的迄个时阵啊，已经是过500世，咱一世就无可能500世，所以讲，即个就甲你讲有年世中。就是讲500世逆世，一世，安尼讲叫逆世。那逆世中呢，就是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相、无受者相。咱主讲无某种思想。有逆世中受饮欲道，迄
迄个时阵，拢总无有我定思想。来，即摆来咱再来继续。四个苏菩提，四个苏菩提，欲菩萨应离一切相，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自色生心，不应自色生心，不应自声香味触觉生心，不应自色香味生心，应心无所触住心，觉生心，应心无所住心，欲心有住，欲心有住，即为非住。即为非住。所以呢，佛陀虽然讲伊在500世中的内底当中，伊拢总无定思想，所以呢，伊后壁这段一直咧强调四个苏菩提，伊甲讲啦吼，而且释迦牟尼佛呢，伊这引证着伊过去在地上修行种种的事情来证明菩萨应离一切发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为你若不离一切诸相，要发着无上正定正觉的心就无可能。咱知影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咱离佛教上教经典常听一句话，这句话因为咱台湾嘛讲过足多遍，不过呢，伫讲到经典的这句话，咱台湾会想要好，含咱做学习。若要甲做个提醒，阿妙多罗无上，三藐正定，三菩提叫做正觉。这句话叫做无上正定正觉。因为三藐，无上就是讲佛，正定就是讲叫做菩萨，那正觉就叫阿罗汉。阿罗汉得到正觉，无得到正定，正定就是讲叫做平定。阿罗汉叫做自觉。无觉他，菩萨叫做自觉觉他，觉行无满，佛就是自觉觉他，觉行无满，叫做无上，叫做佛，叫做阿妙多罗，阿妙多罗叫做无上。那这句话，若要甲讲起来，单称就是咱这个心，咱这个心就是无上正定正觉。甲咱讲起来，迄个无上就是讲灭自性，灭自性，迄个。这个无上正定，就是讲你有一个平定，你有这个平定心，这个平定心伫当时我来讲，迄个平定嘛是咧讲自性，是法平定无有高下，证明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嘛是咧讲这个物件。所以咱会记住，你听经典，你一定伊有点只佛陀把这句话一定摕伫后壁来讲，将这句话都摕伫后壁来讲。但是迄句话意思，你一定要去了解迄个意思。无有定这你也听出个意思，伊在咧讲啥话？无上正定正觉，安尼对啦吼。所以呢，因为这个事情来印证菩萨爱离一切相，发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伊这么在遮讲啦吼，应离一切相，所以离一切相，真离金刚经拢是咧化相理，上好化理为理。咱讲上好化理为理，因影若无离开，因影若无离开，永远都是个影，因为是个影。这个影无叫做实相，迄个影叫做缘影，缘影叫做因缘所生发的物件，叫做缘影。咱拢伫缘影中的内底当中的生心，有无？所以讲安怎？讲一个影，生一个影。讲蛇做刷刷，讲草草就当当。这种是一个缘影，是一个照片。其实这种是一个方便的说法。